台湾人过台湾节，文录音所演的。过去国民党走路来台湾，甲咱讲10月份是光辉的10月，10月初10国庆日，10月25台湾光复节，10月31蒋总统诞生日。这3日拢是休困日，家家户户拢爱挂车轮牌的国旗，点灯结彩。伫街路游行，这是国小年代的记忆。咱嘛相信蒋介石的规划：1年准备，2年反攻，3年扫动，5年成功。国民党来到台湾，甲咱定足济节日。3月29青年节，纪念黄花岗70位烈士。咱人5月初5诗人节，纪念屈原。9月初9律师节，1948年全国律师公会伫南京集会，为着纪念孙中山提倡法治、实施民主宪政，决定把第一摆革命起义的日子定做律师节。9月28教师节，纪念孔子。无所不至一大堆阿萨普鲁的中国节。台湾人到今也活伫失眠的年代，伫过这个无意义的中国节。顶面所讲的节日，完全无甲台湾连结，无台湾本土的主体性，连中国人拢等献杀的人物，咱台湾人煞当作神主牌伫拜。3月16大陆会游览车对高雄出发。包括越南的学者将近40人来到南投草下墩的台湾圣山，祭拜台湾神，为着悼念诗人检察官王玉林，佮颁发第2届台语诗着赏的作者，嘛举办王玉林当上开箱追思会，在场参与的人透过这个活动。搁较了解台湾人因何要拜台湾神，毋通戆戆拜中国神。台湾人经过国民党长期洗脑，煞斩断家己的喙舌，变下教，袂晓讲家己的话，变青眉牛。毋但袂晓写台语文，嘛毋捌台湾字。咱台湾人爱来过台湾节。毋通搁纪念遐个乌鲁木齐的节日。3月是真特别的月份。3月11是林茂生教授伫228事件的受难日，伊是台湾人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博士。咱要甲伊定做台湾教师节。大陆会已经连续2档举办纪念活动。我伫教学的现场嘛，叫学生爱教台湾教师节的作品。3月13是唐德宗律师伫228事件的时，伫台南民生乐园，今仔的唐德宗纪念公园遭受国民党军队枪杀。2014年，台南市政府甲唐德宗的受难日3月13定做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纪念日，纪念唐德宗英勇坚定的一生所代表的台湾精神。咱要甲即天定做台湾律师节。3月14是王玉林诗人检察官伫228事件的受难日，咱要甲即天定做台湾诗人节。10天前，2014年3月18日头火运动，台湾的少年家为着阻挡国民党通过卖台的法案。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中国开放服务贸易，引起少年人的不满，致使冲入立法院。到4月初6，苏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亲身出面代表国会，提出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。最后，伫4月初10，抗议的学生甲民众退出议场，占领议场585点钟，才离开立法院。咱要甲即天定做台湾青年节，对当以后
咱若到当年的3月，爱拍拼宣传咱台湾主体性的日子。